疫情期间，台南市政府各单位拢无用咧防疫，市府交通局善用科技，结合智慧系统，整合有线电视甲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的团队，引进 AI 智慧防疫系统，透过影像的辨识技术，估算现场张额的人数。提供及时的人流状况。我们公共运输的防疫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的公车上、市区公车上都有准备酒精、加强消毒，还有实联制，这个都已经有在实施。那为了加强防疫，为了避免任何的破口，我们特别跟国网中心还有这个有线电视的业者来一起合作，开发了这一套科技的防疫系统。那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如果有侦测到有人没有佩戴口罩的话，它会自动的来播音，来提醒民众要把口罩戴好。第二个，它可以自动算这个公共场所的人流如果太过拥挤的时候，为了避免群聚，民众也可以上网来查询，来决定要不要前往。第三个，我们市政府透过这个系统，也可以来观察人流的情况。要是接下来可能搭公车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班次上做一个因应的调整。我想这是透过这个科技的系统来减低我们现场基层稽查还有站务人员这个巡查的人力，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系统。目前交通局分别伫新营客运的总站、甲台南火车站前的站牌来架设。台南火车站头前委托台南市上珠青甲三冠龙有线电视来架设。伫月6月底已经架设完成。上珠青甲三冠龙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徐文奎表示，希望未来公司的款品甲硬体会用个投入去较侪市场，共同为智慧防疫来努力。双子星三冠有线电视很荣幸参与这个智慧防疫系统的建制那也感谢交通局给我们这个机会为我们台南市政府的防疫尽一份心力。那这个系统呢，是由有线电视提供宽频网络以及硬体的建制来和国网中心的影像辨识技术合作。那这个系统呢，是以 AI 智慧方式估算人流数以及是否佩戴口罩。那当人流数过高，或者是民众没有佩戴口罩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大声公来广播提醒，来达到防疫的效果那这个系统呢，未来我们计划呢，会建置在我们服务区里面的一个市场里面让我们用更智慧更自动化来达到防疫的一个作为。该系统除了自动侦测的人流，另外还有人脸的辨识。如果发现民众无挂喙罨，现场佫会及时来报送。当到媒体访问时，因为现场有民众将喙罨来脱落来，现场就马上来广播提醒。发现民众无挂喙罨，请大家提醒身边的朋友，爱随时挂好喙罨。目前这套全国首创的 AI 智慧防疫系统，拢是装伫半开放式，或者是站务人员较欠缺的所在。未来交通局除了依照侦测的人流，提醒民众避免群聚，另外嘛依照人流来作为公车班次的调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